我係8年班靈性教室嘅 Miss Jane，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人智學嘅角度裏面，到底外星人同上帝之間嘅關係係乜嘢？最近 Donald Trump 向牧師提出挑戰書，佢話佢公佈要證明宇宙確實有外星人嘅證據，叫啲牧師準備好接招。佢預告一定會有更加多人去質疑世界上係咪真係有神。我相信呢一波只會動搖傳統嘅教會。至於對 renew 傳統宗教為目標嘅 Christian community 嚟講，我相信只會吸引更加多人一齊嚟從更加闊嘅角度去探討靈性同埋宗教嘅信念。的確，長久以嚟我哋被逼只能夠二選一，一係就相信神，就唔可以相信輪迴同埋外星人。一係咧就唔好相信神，你先至可以相信輪迴同埋外星人。你可能同我都一樣會質疑，點解需要停留喺呢個二元嘅選擇呢？ Christian community 對於聖經嘅睇法就好似我幫客人做人生梳理一樣。當我哋有未能夠理解嘅問題，我哋需要往後睇，探討更加耐之前，好耐之前嗰啲重要嘅事情，我哋先至可以了解現在，而且展望將來。舊約同埋新約其實都係喺人類歷史某個時刻寫落嚟嘅。當我哋理解地球人類過去經歷咗啲乜嘢嘅發展，神扮演乜嘢嘅角色，我哋先能夠真正去理解舊約同埋新約入面所寫嘅嘢。今日為大家節錄一段 Rudolf Steiner 關於約翰啟示錄嘅演講裏面嘅一段話。為咗幫助我哋理解啟示錄裏面嘅內容， Rudolf Steiner 帶領我哋用靈性科學嘅角度理解地球人類發展嘅過去歷史，當中提及喺土星過去發展嘅階段，以及土星上面嘅人到底經歷咗啲乜嘢。等我哋一齊探索人智學裏面對其他星球嘅人嘅描述，從中我哋會發現，其實我哋可以同時相信，第一，宇宙有最高靈性主宰，有人叫佢做神，同埋其他星球都可以有人嘅，兩者並冇衝突。至於地球以外嗰啲人同我哋地球人類有啲咩互動，就希望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啦。接下來同大家分享嘅係GA104 Rudolf Steiner 嘅講座《約翰啟示錄》第5場講座。當我哋帶住靈視力返到去古老嘅土星時期，我哋嚟到一個不平凡嘅星球。呢一個加入成為我 Patreon 8年班靈性教室嘅會員啦。喺呢個時代，過靈性嘅生活唔一定要走進寺廟，靈性生活係一種覺知，一種態度。我哋可以透過文字陪伴彼此，一起過住與靈性共舞嘅生活。